哎，母啊，我回来了。母啊，母啊，我回来啦。好啊啦，免叫啊啦。哎，嘛出去啦。有讲要倒无？伊就讲哦，要去外面唠唠的，小咱就转来啊。我回来了。哎，母啊。你转来了，拄拄啊好。我吼暗顿拄拄啊好传好，你就转来呀，你看。哎呦，真冷丽，真牛哦！啊，佫穿到安尼遮尔青草。虽然讲吼规地都拢是鱼啦，安尼嘛是袂歹。歹势啦，我就是想讲吼，奇怪，恁兜的人是安怎洗身躯哈？恁兜迄浴缸啊，迄浴池啊，全部拢全鱼啦。讲迄冰箱吼，迄顶下站拍开，全部嘛拢鱼啊。我想讲吼，即寡鱼也无煮，拍算啊，我就甲煮的啦。安尼好啦，来。母啊，好。种鱼啊，有当时啊嘛是爱加一寡菜啦。你规桌顶拢鱼啊，嘛有一别项通好来配一下。毋是啦，恁母啊都吼，今仔日去甲人讲代志，无闲通去菜市啊买菜啦。当有鱼就好，对无？这鱼嘛是拢你钓的啊。你毋是讲吼，若食鱼吼，较有好处伫的。对啦，食鱼是袂歹，毋过吼爱加一下啦。好啦，你是耳孔叫牛大拉的哦，我都甲你讲无去菜市啊，后工我再买一寡菜转来炖，安尼毋就好。来，紧食。哦！你是晓煮菜袂啊？佮加要出来人应征什物帮佣？帮佣你上较基本你菜啊会晓煮啊？你煮甲咸笃笃，无你就是拍死袂厌的哦你哪有就歹啦？这真正足咸的哦。你不要家己食看卖哦。无紧，来，恁母的喙较来，恁母的试看就知啊吼。这鱼啊咸正，我随时便知，这种免骗的，对无？安怎有好食无？好食。咸正佫正拄好，袂解咸。母啊，你著表情敢拄啊好的表情的啊。你会晓紧的啦。即摆食鱼爱配茶啊。我后盖袂安尼啊啦，我以后吼，盐莫放我放糖啦吼。毋是啦，这煮食吼，的功夫吼是真深啦，慢慢啊学。你无听人讲一回青，两回熟。对。来，大紧食。妈，恁兜电话咧亮安尼？关伫阮兜也无啥物秘密啦，你去接啦。好。喂，请问你找啥？你要找嘛？我稍等下哈。你的电话？我大，知名度太悬咧。来。我是倒金箔啊啦。是阮兜伫咧征婚无毋对啦。阮后生已经找到对象啊，毋免啊啦。哎呦，杨贵妃啊！哎呦，你来遐错济啦！迄落啊一骹就够，你若一困甲我摆甲两骹啦。海丽姐嘛，你有咧看电视无？有啊，我逐工嘛咧看报电视。我毋是讲迄啦，海丽姐嘛，人迄电视诶吼，讲政府有咧提倡垃圾分类啊。什么哩？垃圾分扫。你骂我不熟？毋是啊，我是讲垃圾分类，就是讲吼，亲像迄纸吼有收的吼，纸甲塑胶吼分两个，纸吼会用摕去焚化炉烧的，亲像迄塑胶啦、管啦迄种袂当烧的吼，伊就搁收倒转去再利用。你讲安尼对毋对？对啊。再利用迄是像说的电视设定。你想看卖哦？即个雪茄炉啊吼，迄开钱买是我咧买呢。你安尼一捆啊，安尼甲我讨这安尼我一个月哦爱加几十个做雪茄炉啊，你知无？好，甲你这少年家讲哦，我实在讲袂赢你啦，讲袂赢。海丽姐嘛，我都看电视啊，政府都安尼讲啊，咱政府讲咱就照安尼做啊，安尼吼较袂影响咱环境啊，较袂污染空气，身体会较健康啊。健康，我本来就健康啊啦。
你会知呢？你即摆呢落到地安尼遐土地，我雪茄龙啊，我就一个月就爱佮加偌济钱出来，你知唔？哦，爱欠的都爱欠啦，唔通安尼遐拍算啦。啊，去做事做事。哦，我上面气到猫啊！对啦，来啦，人去新来都唔捌，咱这大细声是创啥啦？做创啥？我咧讲就甲因百偌句呢，啊，拢见因，拢甲因一个什么道理，什么道理哦，什么分类咯，纸摕去烧咯，弹弓啊，再搁摕倒去撕咯，死架我捌看，捌看你死弹弓啊！你哦，哎，哎，迄样的吼，凉的灌一罐。哦，好，你来哈。你那一罐偌济？这20块。我20哦。嘿。来，谢谢光临，请下次再光临，谢谢大家。哎，迄样的但人水阁有礼貌，我喜欢。海丽阿姐，吼，恁是去倒啊吃？吃到这只古水才有礼貌。恁遮生意会开始逐工愈来愈好，我无爱骗。是要好你倒去？啊？那参像你即份的安尼哦，迄样的一工才开一个20块，我是要趁去倒你甲讲。迄样的吼，海丽阿姐嘛，我袂啦，我即摆吼即罐关伫喙，我就哪行哪啉。迄样的行到若喙焦吼，我就过来关。迄若上无看到伊，我一工吼会行百几段。啊，若叫车弄着你，啊，佮再从别来啊。无啦。你有听到无？即摆少年家啊，拢爱即落幼气来服务，生意毋才会好，你看。你即摆伊个去找着我啊？安怎？少年人水，我就知，枉费，我缀你啊！再无怪做本人，咱就是讲感觉着稀微无伴，是讲要招你来抢点。你甲我讲，你甘愿叫车弄，甘愿去弄饼，甘愿叫电水业，你就袂甲抢点的。好啦。无要紧啦，我家己来弄饼啦。擦杯啊！你再老擦杯啊！我是爱你我，互你一个跳脚两只啊！迄样的吼，迄个啊即嘛吼，醋桶有够大卡。无度啦，经年期到啊，吼，暗时拢都在绕边啊，叫我去较叫。海丽姐啊，即卖要紧袂？哦，要紧啦，迄我会管区的，你做你认真去做工课就好啊。暗时啊，过来出招我咧。迄样的，碰我你啊！你饲好未？啊未啦，你变饲好未啦？我还没有，我饲好啊，骹手比你较紧。哎呦，吴组长啊！帮你们。有啥代志哦？哦，我要来甲你买鸡呢。买鸡哦？你鸡是要几只？要买20只，明仔吼古早味的土鸡城要用的迄。安尼哦，吴村长，甲你交代哦，我一定甲创啊足好势啦。来，迄样的，吴组长啊，迄样明仔载我会甲准时送去啦。好，你都去订的。好啦，来，好啦，写顺条。好，多谢。一定哦。好，碰我你们，最近哦，生意袂歹啊。对咩？最近运气袂歹啊，对咩？大姐，你看，迄咱去烟斗的呢？嘿啊，迄样的，烟斗的，无唔对啊。烟斗的，烟斗，你嘛拜托诶，但迄手也无共你啊，你说手是说什么意思的啦？嘿啊，迄样的烟斗的，你那面手也歹看。我多啦，心情歹啦。你心情若歹吼，袂使说手啊吼，迄样来出气啊。对咩？人我有听恁迄个规划咧讲咧，讲吼咱对当代志吼，拢也爱珍惜啊。搁再讲，迄手啊是有性命咧，你安尼甲顺吼，唔对啦。啥？你怎讲啥？又搁是贵妃啊讲的？恁敢知影我心情歹拢为着贵妃啊呢？哈，是贵妃啊哦。贵妃是对你安怎的哦？甲你讲，恁也唔知啦。你小等下啦。小等下啦，烟斗诶，哪有啥物代志哦？你嘛小讲者。对，搁再讲吼，贵妃啊人嘛袂歹啊，贤惠搁流利啊，搁对人吼都有够礼貌啊，所以讲吼，你唔着莫欠贵妃啊，对无？对啦，烟斗呀，咱讲实在啦。恁妈妈吼将贵妃吼留倒咱恁兜大对无？目的吼就是要甲恁杀做伙啊！意思吼
就是要互恁结婚啦。要互阮结婚，互我做某。你当做遐简单了，你毋着爱看有感情啊，无感情。咱人住做伙久来是毋是有感情？若有感情的时阵，是毋是用结婚啊？对啦，迄贵妃也袂歹呢。好啊啦，好，我真正足烦的咧。你一句，你来一句，两个都安尼一句来一句去，敢若一直学到贵妃啊好。无你若感觉讲贵妃啊就真正好，恁两个袂晓去娶哦。我够衰啊！